开幕。台南市立图书馆新总馆就是副总统赖清德在2014年当时带领市长所推动，所以开幕典礼伊嘛亲自来剪彩。同时，伫市长5位特定贵宾陪同，由文化局长来引导解说，体验新总馆内面电子互动场面，高强数位等甲24点钟的自助借册行车，会让看出总馆除了是上新颖的图书馆，嘛是美术馆，代表一步一步迈向册旁大台南的目标。这个新总图，我相信在台湾各地来评比起来，一定是数一数二的。那也因为有这么好的一个成果，而且预算不超标、不追加，啊，如期如职完工，也树立了公共工程一个新典范。而且在位居永康的大桥重划区，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未来新兴都市发展的地区。所以我想，这个新总图已经抢占了这个未来炮校迁移之后的市政广场第一排了。所以我想，将来的发展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盛况可期。但是我们现在将来盖是盖好了，接下来要养，我们也希望说它能够将来的自偿率能够提高，也就是说它能够依赖自己的这个运作经费，还有商业机制，能够来支应它的花费。那将来我想市立总图将来是会像我们美术馆一样，将来朝向自给自足的方向走。台南图书馆新总馆的建设一棒接一棒，已经成为台南文化新地标。开幕当天，客满济人潮来参加，嘛共同欣赏一系列精彩节目来庆祝新总馆诞生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